好，咱今仔日咧，要来甲大家讨论一个真奇怪，还是大家毋捌想过的问题哦。咱拢捌听过一本册名叫做《世界若是平的册》，啊，话句咧，咱的话句是毋是平的咧？你想，这个问题要安怎讲起咧？咱想看觅咧哦。咱咧讲话呢，是毋是拢是一字一字小连续？袂输一条线，真平敢毋是？不管是用讲的、用写的，拢是一字一声相接的线性结构，就亲像一条破链安尼生。若有影是安尼，咱应该会当凊彩甲敲位置，就亲像破链的珠仔会当刷位安尼。毋过，佫敢若无通遮好选呢？比如讲，下骹即句话，第一句。我想，咱咧讲的话句应该是平的。咱敢会当甲中这三字讲的话刷去头前，变做讲的话。我想咱咧句应该是平的咧。这句话无相通，对无？对遮，咱就知影讲，要选呢，敢若毋是遮尔简单哦。毋过呢，你若是中有人小想一下，你就嘛讲，你甲人做手啊，掠着啊吼。因为我拄则说的时阵，其实咧是有做白吼。这个话句咧本身是一个词咧，结果我煞甲拆开，甲话甲讲的单独刷去头前啊，无怪这句话无好。好，咱即马搁重来一遍。咱即马甲这个句内底的所有小弟小我共一个词的部分，拢甲插共色吼。咱要刷的时阵呢，就莫去甲这个共一个词拆分开。咱即马刷上后壁这个部分。话句应该是平去头前看觅咧，话句应该是平。我想咱咧讲的，这句也是共款怪怪，敢毋是咧？就准咱无甲词拆分开，这个句安尼想要刷，刷几遍咧，敢若嘛无咧偌好啊。到遮咱就知影讲，当时啊，话句是袂用伫黑白分拆的哦。若要伫话句内底做调整。煞着要符合话句内底某一种结构呢？哎呀，你讲啥物？话句毋是一条线安尼？话句有内部结构，非常好。要安怎找出话句内部结构呢？刷位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。对，就是咱拄则一直在做的刷位啦。要安怎刷位呢？咱今朝过来想看觅咧吼，其实咧，咱人咧讲话，定嘛咧刷东刷西。比如上顶悬一句话讲，水顺送银环迄条足水的破链啊，咱会伫甲中的一部分刷去头前讲做讲，迄条足水的破链，水顺送银环啊。咱嘛会使单独甲银环刷去头前讲，银环水顺送迄条足水的破链啊。毋过，佫毋是会用伫黑白刷的哦。比如讲，咱若要甲送银环刷去头前讲做讲，送银环水顺迄条足水的破链啊。这句听起来又佫无相通啊，对无？而且咱会讲啊，这个句内底当所有的部分吼，敢若毋是吼用词做单位呢，是一罐一罐倒做伙呢。咱对下骹的说明就咱知影讲，哇，这个句内底结构有时阵啊，亲像肉粽干，佫亲像老鸭厝哦。要安怎讲咧？因为咧，你若要刷物件咧，拢需要有一个章头，规个章头刷咧走，安尼才刷会行伫吼。比如讲，咱若对中这个 S 这个所在，红色箍起来这中这个所在咧，咱对顶悬规罐悬咧走。甲即句，我想咱咧讲话句应该是平，后壁这规罐关喺头前讲，咱咧讲话句应该是平。我想，即句无啥物问题，对无？你嘛会使讲，我要灌这大罐，我要灌着这大罐下骹这个细罐，吼就好。NP 下骹这个硬块部分，甲咱咧讲话句刷去头前变做，咱咧讲话句，我想应该是平。哎哟，嘛无问题呢，对无？总是，那是无共章头呢，你煞袂当线题哦。亲像 S 下骹这两罐内底，袂当讲对啊，头前这罐我要摕讲的话句，后壁迄罐要摕应该是变做讲的话句应该是。我想咱咧平，哇，这句就真歹啊，对无？所以咧，无共章头的物件袂使线题，
要体都要体规罐，对长头体呢，这个原则看起来是毋是真清楚咧？所以讲啊，咱咧讲的话句，有影都毋是病呢。这个现象，咱敢捌注意过咧？好，煞尾咱来收煞者吼。咱一开始讲，假使咱咧讲这些话句是线性的是平，安尼用数做单位，凊彩煞位应该无问题才对。就准意思的改变，句本身拍算嘛袂变歹去。毋过事实上煞是黑白煞是袂使的。咱对这通知影，话句内底的成分是正做一组一组的，毋是单纯线性前后排列的关系。这款一组一组有改层关系的内部结构，是人类语言重要特征。到今，科学家也毋捌伫任何别款动物的沟通系统内底发现这款结构哦。安尼，咱是毋是知影讲人类语言实在是真奇妙呢？李光旭，台基文教基金会关心你。